28国家纪念馆举办联侨自由节，要招民众来看戏说典答。头一届用艺术的方式，让民众更加了解台湾抵抗威权的历史。28事件和白色恐怖是台湾历史上正大的创伤。为着要让民众更加了解这历史，28国家纪念馆头间举办以艺术戏剧表演为主的联侨自由节，要透过戏剧表演、底片、座谈会等等的方式，对无同角度深化对自由人权的认识。爱深骨吼，安尼才有较坚实的基础啦吼。咱绝对着爱有自由、民主、人权这款概念。避免过去这不幸的代志去重演，而且才会当互咱有十足勇气来对抗着外来的挑战。好，那连翘就是这个根扎的最深、好最强悍的一种植物，好，所以会被拿来做围篱嘛。当然，这个意象是取自吴浊流先生的这个台湾连翘，好的这个意念，然后这个意象，好就是。枝可以被修剪，但是根必须牢牢的扎在这里，这样。联侨自由节有邀请海岛演剧、三国艺剧团，也有联合国音剧团来搬三出无共款故事的人权戏剧。另外，身为白色恐怖的受难者，嘛是艺术家的陈武定，伊的目标和优惠嘛，当地28国家纪念馆展出，每一组作品拢是无共政治受难者的故事。伊伫迄内底，伊要做啥物代志？除了看册以外，就是胡乱想。这个时阵，伊会想啥物代志？伊会怀念伊的故乡，伊可能想着伊过去食过的物件。每一组作品拢是有一个故事。另外，28国家纪念馆嘛有办底片影展类型真多元，有纪录片《武装台中27部队》，也有闪电剧团 MV《护国山》等等，嘛有几位影展座谈会。联侨自由节自8月31到11月初日，希望透过无共艺文活动，让民众了解一段搁一段台湾人抵抗威权的故事。记者卢尚如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